门。李大人，伺候常远公。也是官家之长嘛！常言道，结方为大，难道丞相的千金？这个，待下官为兵相爷，也请王常远测算而从。告辞，告辞，奉上。莱阳有书信到来，莱阳书信。上不胜过金须乡，谁让得以真书还？谁知叫翠玉归康，实觉称意得机场。娘子好情深也，是了，待我家书一封，就归应送来便记。常远公，你是吏部侍郎张应杰，随还老丞相之托，悄传拜见。不说之客，都有劳累。有甚奇怪，于是愿意请从。请。哈哈哈哈哈哈！请。常远公这是要另贴4份，还是急于家书啊？这可是基于那雷家命可好？大人太乖了，平平请见常远，谢谢谢谢。
闻说前番李翁奉了汉老丞相之命前来提亲，曾到长元宫不起早考，故而不便在应。高风亮节，相爷越加的欣赏了啊！请过，这是那教子归隐，出身情内，本从炎华。传扬开去，你这长远的脸面，还老丞相爱在心切，虑托他们，愿万里明鉴。长元公，你的佛文不轻哦，见哦。真龙相爷初见，玉梦见不负来，欢喜三龙明光，他原是相能的贤德的好君才，不与他还相共成匹配，定情在去我应该。长元公不要配师妹，细听下官言为，教归隐本是长腿类，真比等北门相府的贵君才。他早前无出心难给，怎配你天子门生爱冤才？相府门庭同是黑，情路早为你安排，是这样欠债的良心存在。长元公，你错过了机会要回呀！这是我千载良机，什么道教王贵，今南京来，太难长元公一向死亡，此是贵인待我于恩，有甚是进退两难呐！哎呀，这与何难？像那烟花女子，你多借她些银两，也算惩治逆情了吗？你这贼淫太太，闹没了相爷，村里闻鸡烟花开，外岗场阴情不报，口藏去去。你可前途尽失，性命不保。依我看，还是英明的好。大丈夫生死大事，饮酒的可喜可贺啊！就请表扬平和，教育丞相。
明空。
不免带我的小死一生。